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天文台嘅呢節天氣節目，我係李志豪。今日我哋繼續受住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天色都幾唔錯下㗎。晏晝我哋喺維港望出去都見到陽光十分之充沛啊！正因為係咁，各區最高氣温大部分地區都上升去到約25度左右。而與此同時，天氣都比較乾燥下㗎。晏晝嘅時候啊，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都係喺50%左右。不過我哋預料啊，聽日雲量就會多返啲嘅喎。原來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就見到南海北部咧，淨係有一道雲帶覆蓋住。我哋預料呢道雲帶啊就會挨近沿岸地區㗎。咁聽日啊雲量就會多返啲嘅喎。咁所以今晚至到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係咁嘅，係晚間漸轉多雲啊。聽日初時嘅時候會一兩陣微雨，而下午嘅時候天色咧就會係部分時間天色明朗。而氣温就會介乎係喺20至到23度之間，而風方面係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，初時咧風勢係間中清勁㗎。而再長遠少少嘅天氣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電腦預報圖，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就會喺星期五影響住沿岸地區，咁到期時咧呢區風勢會較大㗎，而大家要注意返啦。一道冷風啊，就會喺星期六稍後橫過沿岸地區嘅喎。咁到期時啊，呢一區咧北風會增強，有一兩陣雨，氣温咧亦都會係顯著咁下降嘅喎。咁所以我哋嘅天氣展望方面係啊，之後嗰一兩日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星期五嘅時候風勢會係較大㗎，而星期六稍後啊就會係轉吹呢個北風。而有一兩陣雨，而氣温咧亦都會喺晚上嘅時候顯著咁下降，而去到下個禮拜頭啊，最低氣温咧就會喺15、16度左右。咁大家就要注意呢個天氣變化啦。咁今節嘅天氣節目我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